大家好，我係波爾啊，歡迎你 K 入嚟呢個頻道。今日我唔講護膚品，我講吸引力法則。我呢幾年上咗幾位老師嘅身心靈課程，每個課程都帶俾我唔同嘅啟發，開闊咗我嘅視野，亦都更明白宇宙嘅運作。願者上吊就係從一位單對單上堂嘅老師學到㗎。呢個題目我暫時未聽過其他身心靈老師提過，所以我就喺呢度同大家分享。首先，我哋講下願者上吊呢個故事嘅背景。故事發生喺商朝末年，姜子牙滿腹才華，但係得唔到重用，於是佢隱居渭水嘅河邊。佢釣魚嘅方式好特別，佢嘅魚鈎係直嘅，冇掛上任何魚餌，魚鈎亦都唔沉入水入邊，只係掛喺水上面。其他人睇到都好唔明白。姜子牙只係咁講：寧可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為感連切，只釣黃與猴。呢件事慢慢傳到去周文王嘅耳邊，文王意識到呢一個絕非等閒之輩，便親自拜訪。經過深入嘅交談，周文王發現姜子牙精通兵法同埋治國之道，於是誠心請佢出山輔助。姜子牙就咁樣成為周朝嘅重臣，輔助咗文王、武王積蓄國力，最終成功討伐商紂，建立咗周朝。呢個就係姜太公釣魚、願者上吊嘅由來。喺呢個願者上吊嘅故事，我哋睇到三個角色。第一個開局者，佢係姜子牙；第二個釣魚者，亦都係姜子牙；第三個被釣者，呢個係周文王。我知道呢個 topic 對大家都好陌生，所以我設咗一個情景題俾大家分辨一下，究竟咩時候係一，咩時候係二，咩時候係三。話說 A 君放假悠哉悠哉，屋企人個個出晒街，得返自己一個，於是佢打算輕鬆寫意咁樣煮個午餐俾自己食。佢拎起咗遙控開電視，跟住就隨手將佢放咗喺廚房嘅雪櫃頂上邊，煮好咗午餐，好寫意，慢慢咁嘆佢個午餐，一邊睇電視一邊睇手機。B 君返到屋企之後，同 A 君寒暄咗幾句，發現唔見咗個遙控。B 就開始揾遙控啦，但 A 繼續睇手機，冇理到阿 B。突然阿 B 就質問阿 A 啊：你究竟將個遙控放咗去邊度啊？阿 A 話：我放咗喺雪櫃頂咯。B 聽完 A 嘅話，佢就即刻講：你有冇搞錯啊？啲嘢亂咁擺，你可唔可以唔好將啲嘢亂咁擺啊？咁大個人一啲手尾都冇。A 聽完之後覺得好委屈，放假嘅好心情就俾咁少嘅事搞亂咗。A 仲回咗阿 B 一句：咁小事你而家都揾到啦，使唔使咁猛啊？喺呢件事情上，邊個係開局者？邊個係釣魚者？邊個係被釣者呢？嚟到呢度，大家可以按暫停。當大家諗到答案嘅時候，你可以繼續播放，然後睇下我嘅答案。首先，答案開局者係 A， 釣魚者係 A， 被釣者係 B， 然後又做返 A。先講下現世嘅人係點樣去睇呢個願者上吊呢樣嘢。願者上吊通常都用喺負面嘅事情，因為佢好多時都俾人用嚟形容上咗當，俾人呃。但其實呢四個字本身就係中性，冇好冇壞。我哋唔好因為社會而影響到自己嘅睇法。願者上吊其實係講所有事情都係天時地利人和嘅配合所產生出嚟嘅結果，因為係因緣配合而生。喺靈性層面，事情嘅發生本質係冇好壞，好壞係我哋嘅感受同經驗產生嘅。呢個好壞高低大小長短嘅比較，就係佛家所講嘅二元對立。既然我哋知道事情嘅發生係因為天時地利人和配合得天衣無縫，係冇好冇壞嘅。當事情發生嘅時候，我哋就唔應該俾情緒支配。相反，我哋要學識
睇局、開局、拆局，並且要知道自己係主角定係被動角，並且要知道自己係主動角色還是被動角色。大家唔好以為每一件事嘅發生，自己一定係只會做被動，或者淨係做主動。角色其實喺任何時候都互相不停調換當中。被動者所指嘅係一啲冇意識，為自己開咗一個局，自己都唔知。主動者呢，就係你有意識咁樣去開局，等待被調者。我哋以呢個遙控嘅故事為例，A 君好明顯就係開咗一個局，但佢唔係一個主動嘅角色，佢係一個被動嘅角色。原因係因為佢根本冇察覺到佢放遙控嘅位置會影響到其他人，亦冇諗過放錯咗個遙控會俾人鬧。A 君冇任何覺察，被動咁樣為自己開咗一個局，而呢個局係有機會引嚟俾人鬧嘅機會。不過佢亦有機會唔俾人鬧，呢個係視乎 B 君返到嚟屋企究竟會唔會睇電視。因為 B 君要睇電視揾遙控，先導致 A 君會俾人鬧。由於 A 君冇做睇局嘅呢個動作，佢一聽到阿 B 鬧佢，佢就即刻生起情緒，覺得遙控都已經揾返啦，使唔使咁猛呢？鬧人嘅 B 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調者，同時亦都係一個主動嘅開局者。阿 A 就變咗做一個被調者。我哋每日發生嘅事同人物之間嘅互動，就好似呢個遙控事件咁樣，不停兌換當中嘅角色。就好似你會發現一啲唔好嘅事情喺你身上會重複發生一樣，你已經不自覺咁樣成為一個被動嘅開局者。因為你唔識得睇局，你自然就唔會識得察局，讓不幸嘅事情繼續發生。所以每一次事情發生，唔理好壞，你第一時間係要生起一個想法，得6個字啫，就係睇局、開局、察局。以遙控事件為例，既然 A 已經開咗局，B 投訴 A 君，阿 A 當下就應該要學識睇局。睇局嘅意思係要去諗下，究竟呢件事情發生係咪自己做錯咗？當你第一下有呢個想法嘅時候，你嘅情緒就唔會生起，因為你個腦袋已經俾呢個分析佔據住，你會有1至2秒嘅輕機感覺，因為你諗緊當時發生咩事，然後你會知道，咦，係自己冇將個遙控放返原位，麻煩到阿 B。當阿 B 要揾遙控，阿 A 就係繼續玩電話。如果佢當時識得睇呢個局，察覺到自己將遙控放咗喺個 B 唔知道嘅地方， A 就可以察局。A 即刻去雪櫃頂攞返個遙控俾阿 B， 我相信 B 未必會鬧佢。如果大家想喺生活上、靈性上有所提升，讓一啲唔開心嘅事、不幸嘅事情停止發生，我哋就要識得睇局，為自己開局，同時要學識察局。呢個心態一啲都唔容易，因為大部分嘅人都做唔到。原因係因為佢哋太在意別人當時講嘅說話，呢啲說話係一啲意氣用事嘅話。如果你唔在意，咪冇事咯，咁咪唔會跳掣啦，亦都唔會再出現一啲打人、斬人、鬧人嘅事情發生。當有人鬧你嘅時候，第一件事你要生起嘅念頭就係我要識得睇局。睇下當時究竟發生咩事。如果係自己嘅問題，好簡單，一個由衷嘅道歉，然後察局。察局嘅意思係一心只係為咗呢件事情着想解決問題，令事情嘅結果可以皆大歡喜。情緒於是就再冇佢嘅位置。當你能夠用呢個方法處理問題嘅時候，因為情緒冇再生起，當下同對方嘅業力就會停止。但咁樣唔代表呢個情緒永遠都會喺你生命消失，因為呢個情緒可能從你出世到而家已經出現過好多次。有時候因為你唔會再遇上同一個對象，未有機會和解，未來有關呢件事嘅業力都係會發生㗎。
我哋只能做嘅係用懺悔嘅方式，令結果同影響減到最低。我以我最近嘅親身經驗為例，我本身呢係做 supply chain 㗎，咁係做一啲跟單啦。然後有時候啲廠佢會問我驗貨啊，有啲問題啊，可唔可以幫手解決？咁今次呢，就發生喺一個驗貨員身上。廠呢係喺系統呢就 book 驗貨㗎。咁去到嗰日驗貨呢，佢哋發現佢哋啲箱數有啲問題，咁想我幫手改下數量。咁我當時朝早呢，第一下就已經幫佢改咗啦，因為諗住咁樣去方便到佢哋啦，亦都令到驗貨員睇到一個準確嘅報告。點知呢，因為當日實在太急啦，系統唔能夠即時更新，於是乎我改個數同我驗貨員睇到嘅數係唔一樣，系統呢就有個 bug。於是乎佢就做咗好耐啦，啲相啊、成啊，整咗好耐，佢話都搞唔掂，跟住打俾我，然後佢就同我喺度一輪嘴投訴，就話你點解會咁樣做㗎？你知唔知道你咁樣搞到我個 report 而家對唔上啊？而家做啲乜佢都冇用啊，卡住咗啦！你今日搞到我呢就好夜收工啊！咁點一路講下山3000字啦。佢成個電話都只不過係一個投訴同埋抱怨，並冇諗過點樣可以解決事情。我當下聽到呢個電話嘅時候，聽到佢重複嘅抱怨，我停咗一陣，我只係喺度諗，究竟而家發生咩事？當我知道咗原來係因為我朝早一時嘅好意，諗住幫個供應商，點不知就麻煩到自己同事嘅時候，咁我就同佢講啦。我明白我令到你呢好麻煩，咁所以我喺呢度同你道歉先。我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去同你解決呢件事，令你可以早啲收工呢？佢當時冇答我任何嘢，只不過繼續喺度抱怨。咁我後邊嘅同事其實都好好啊，佢係做 IT 㗎，佢係喺 backend 呢可以改一啲資料。咁佢於是乎即刻問我：喂，Boyi，究竟咩事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嗰個人雞啄唔斷啦，繼續喺度抱怨啊嘛，我又收唔到線咯。咁然後我同事就：喂，點啊？我收到啲有個 email 要咁做喎。咁後尾呢，最後啦，擾攘咗幾分鐘之後呢，我終於都收到佢線，然後呢，就同我同事講：係啊，幫我改咗呢個啊，呢個有啲問題，幫我更新翻就得啦。咁於是乎事情就咁樣解決咗。你問係咪令到個同事可以早咗收工？未必係，可能真係要令到佢要重新再放嗰啲相入去。但係喺呢件事上邊，我就感受到願者上釣呢一個威力。因為我知道我同呢個驗貨員冇業力嘅牽引，而我喺呢件事上邊，我深深感受到咩叫做睇局、開局同埋拆局。我覺得我自己學咗一堂，我希望你都可以試下。當有事情發生嘅時候，我哋第一件事唔係俾情緒牽動，亦都唔好俾人哋嘅說話牽動。有時可能只係一句簡單嘅道歉就可以處理咗呢件事情。如果真係自己錯，咁點解唔可以道歉呢？點解仲要維持住自己個面子要去鬧返人？一定係話人哋錯呢？下一集我哋會總結一下願者上釣想帶俾我哋嘅幾個核心信息。願者上釣其實都唔係最後嘅終點，我哋要向靈性嘅最高境界臣服進發。如果想收到我嘅新片通知，請記得訂閱，並且感謝你哋嘅點讚分享。下一集再見。